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疼，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互阮伫主你的疼下面享受到这个救恩的喜乐。特别阮伫通过聚会敬拜，阮知影主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阮也要直接透过主你的话来彼此学习、彼此勉励，是因为阮知你的话是活命美牛，是活水，要互阮经历到主你的祝福，互阮通过你的话，因为明白、清楚接纳，阮就领受了这个恩典。我要分享你的话，求你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姊妹，咱今仔日的分享的主题是甲咱进前的主题有连贯的吼。咱这个主题叫做饶舌的勇气。有饶舌的勇气，咱才生命得到透白。这是呢，咱要三级来接续咱伫顶厝，咱一个年度的时间的这个学习，一个专备教会建造的意向。咱中间有第二个主题，讲咱的教会是一个活出疼、健康的教会。咱拢知影疼吼，是所有的人开嘴合嘴拢无感觉讲伤多的就对啦。你表示什么？这个疼毋是一个口头咧讲的话，是咱生命中真需要去努力去改变、去实践的。所以各种的赞美拢在提醒咱。首先，咱若听牧师的讲道，会记得这个疼的教会，大家互相相疼，这大概毋知讲过几遍就对啦，嘛有重复过吼。咱常常捌听起一句话讲，因为真重要，爱讲3摆吼。实际教会真侪工课，真侪事工，真侪真理吼，是毋是讲有听过就好？是爱一再强调，一再强调，一再提醒。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的教示甲命令，命令无人讲一遍就煞，是一直提醒。所以我望兄弟姊妹，你袂感觉讲这我拢知啊。当你发这句我拢知的时阵，大概可能咱要实践的气力就无去啊。是咱每一遍领受到这个主的话的时阵，是讲是啦，我还有甚物所在做无够，我爱搁安怎拍拼安尼。咱顶几礼拜，咱有讲起到真温度正主爱这个主题，就是咧学习彼此相疼。咱有讲起到疼爱伫教会中来实施落来，爱行有出来。中间有一个主题讲疼爱伫教会中来操练。其中一项就是讲，你爱甲兄弟和好。爱甲兄弟好，就表示有迄个改善的气力，有迄个认罪悔改的气力。有迄个饶舌的气力，这个气力爱伫咱的生命中操练。无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有时是咱得罪人，有时是人得罪咱。你是讲就这个破起就归去等好去要互破空烂拢袂要紧不在意是你想要甲修补起来，你要互伊恢复健康，你要互伊恢复气力，你要恢复四正，要互伊恢复顺序。这就是咱基督徒爱学习的功课。咱安怎克服软弱，想尽办法，甲得罪你，也是你所得罪兄弟姊妹和好。所以学习这个饶舌的功课，饶舌有时是饶舌家己搁饶舌别人。所以耶稣有讲起到下面70个失败。毋知你对这70个失败的理解是啥物？因为圣经真侪数字拢互咱讲有一个真有特别我想讲，咱迄个次数，较毋是讲像咧算术，也是算得算盘，讲1、2、3几摆就有算，几摆无算。圣经真侪数字是一个象征，真侪数字是咧甲咱讲这个安尼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效到迄种意思，所以70个七解，咱兄弟姊妹，若是对咱所学习到的，彼得来问耶稣：主啊，我的兄弟是姊妹得罪我就赦免伊几遍，到7遍是无
7遍是伫犹太人一个圆满的数字啦，吼。咱台湾是讲无3不成礼，吼。若是对犹太人来讲，无7就不成礼，所以咱一礼拜有7日。这个圣经的数字7是一个常常出现的数字啦。所以彼得就问耶稣讲：安尼我下面人7摆，安尼应该有够啊？吼，安尼。咱想讲耶稣安怎甲应？伊讲毋是，我毋是甲你讲到7遍，是着到70个7遍。耶稣的确毋是甲彼得吼咧玩数字游戏吼。耶稣嘛毋是讲甲彼得伫遐较抬杠，知影讲这彼得吼脾气遐歹吼。你3摆我也无够，来要7届，吼，意思讲规矩念者较侪吼，互伊吼知影讲吼你这个个性吼，这个火爆脾气吼，7遍你嘛做袂到，规矩甲你讲70个7遍，我想毋是这意思。伫我理解中间，虽然圣经无安尼讲啦吼，但是对我领受到吼，耶稣讲下面70个7摆。这敢是人的能力做袂到的。70个7摆是偌济呢？400-500摆，哇！你连算嘛算袂了，你用手指簿来记，还是用伊个手指记嘛记袂完整，敢毋是？嘛无可能一个人会得罪你吼。除非讲伊得罪一届，你下面伊一届，下面400几届，我想。耶稣咧讲是讲，咱人要真正做到这真困难，特别是得罪别人的，甚至是杀人凶手，咱敢有理由通赦免伊？这是咱人类对邪恶、对犯罪、对得罪人的一个人的人性，无法度人去克服，真困难克服的。因为即话，咱知影讲。较有年岁人知影，23年前发生一个白小燕，互人绑票甚至撕票的案吼。哇，迄个代志，比如说咱这代的人吼，袂当袂记起的一个惨案就对啦。特别这陈振兴嘛是，迄个人讲罪恶灌满迄种感觉安尼。所以，伊的老母白冰冰呢，到即阵嘛是无法通脱出即个伤痛。逐摆若人讲起着什物，讲起着废除死刑吼，互大家像咧迄个毛怎藏起来，种感觉讲吼，你毋通甲我讲这啦，讲这啊世间就无天理啊安尼。咱拢会当理解着即款事，因为这若发生咱身上，咱真正有哪接受袂着。所以咱讲这是一个。咱台湾这个刑案的指标啦，因为真正这款做歹事的人，咱要甲安怎甲原谅安尼。所以耶稣咧讲70个7摆，到底什么意思？咱是用无共款角度来思考。我的理解是讲，耶稣讲70个7摆，就是爱咱学习啦，一摆过一摆，做袂到，搁来努力看嘛咧。操练迄个行出迄个伤痛、愤怒、怨恨甲报复的功课，因为耶稣关怀毋是报仇的问题，耶稣关怀毋是迄个，互迄个做歹的人较好食困，毋是即个意思。耶稣关心的是咱的性命要安怎对遐得到透放。所以这嘛是表明讲人要克服。迄个伤痛，迄个伤害，咱讲一块玻璃逼去啊，一个镜逼去啊，迄要修补，迄是何等的困难。咱伫即个电视剧，也是遮侪电影中间，咱能看出即款的问题，因为一再互人提出来咧讲，表示即个事是咱人生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因为爱努力，到底你是要？继续活伫迄个困境内底，也是要脱出来，这就看咱的选择是啥物。因为羞愤甲愤怒，这心理学家，这研究人的精神
动态的人拢讲是将家己关的。不管这个代志送对送唔对，若是有怨愤甲愤怒，你就是做一个人啊，一个狗人啊，一个铁人啊，家己关伫内底。这是一个现实的事，你必须要去面对。所以咱常常会讲，羞愤甲愤怒是甲对方的错误，甲对方的错误起来折磨、刑罚家己。所以人生的这个困难就是伫遮，明明都伊做唔对，是安那拢我咧生气，拢我咧歹困，拢我咧食袂落，拢我心脏病强强要发出来，安尼免怎？这是耶稣讲迄个70个失败，互我的理解。你若无对遐行出来，你都要一步一步，好亲像一块布泥乌去啊！我一摆一摆甲洗，互伊褪，迄个色色啊褪色看嘛袂要紧，就是望互伊无搁再产生污点伫我的人生内底。所以咱检查就爱有一种提前的共识，也是一个态度，就是转换你的态度，你是用上帝话来提醒家己，但是无用别人的错误来刑罚家己啦。这是两个好亲像一个对立的话，到底我是要继续互别人的错误来刑罚我，还是我要用主的话来提醒我？好像咧甲我刣，还是甲我洗，慢慢去，迄个愤怒去无去无，是毋是安尼？所以有一个图卡安尼写，伊讲用神的话提醒家己，无用别人的错误刑罚家己。咱有法通做到遮无？就是因为困难，耶稣讲你爱70个失败。现在即摆咱都知影人生真多的怨愤、痛苦产生的原因，当然是真多啦。但是其中有一项是各人的个性、价值观、看法、角度有产生无共款。共款路加福音6章的37节，拄则咱有读即个经节内底吼，咱伫这37节佫煞接有一段话，咱当得到学习。伊讲毋通批判人，才袂受上帝审判；毋通甲人定罪，才袂受上帝定罪；着赦免人，才会受上帝赦免。这是主互咱一个提醒，即个毋通对，是表示咱人确实就是有迄个不忠嘛，有迄个软正嘛。若做会到，主就免讲啊。就是因为咱人的本性、咱人的罪性、咱人的有限、咱人的性格产生即款，所以主才甲咱讲，毋通批判人，毋通甲人定罪，着赦免人。即款的提醒呢，主耶稣用下面的即段经文来做譬喻啦。伊讲：你若简单地看兄弟目睭内的茶油，也无注意着家己目睭内的茶箍、茶油啊！伊这是新的翻译啦吼。迄个咱较早的旧的翻译讲草仔油吼，是讲茶油啊，伊是讲都一个屑去你用着目睭。最近的牧师吼，到这年纪目睭小啊，迄视力咧变化，所以有时吼会使毋免挂目镜，看远看有吼。像无注意吼，骑车出去吼，无挂目镜就足容易去用到涂刷啦。讲哎哟，安尼足不舒服，原来发现讲家己无挂目镜，即马都爱看近才都爱挂目镜安尼。我会记哩吼，因为长期拢挂目镜，感觉讲迄个用到迄个垃圾涂刷的比率加较低，因为你有挂目镜，目镜洗就好啊。所以真正目睭内吼有点仔草仔油吼，你就足艰苦。但主要所是咧甲咱讲，你看别人有草仔油，无像你内底吼一支大箍茶啦。这个是伊指出人会无共款的角度甲立场所产生起来的反应。
别人小看你就挡袂牢，啊！你家己煞偏见差较侪，你拢唔知了。啊，这是咱人人生上大的困难。伊讲假适合即个，过来吼，伊讲假好的人啊，家己目睭内的柴箍就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兄弟目睭内的柴油啊摕出来。意思是讲，咱的差别偏见，我家己的软正，你要先解开啦。你解哪会开，别人的小可困难，你就不看在眼内啊，敢毋是？啊，你若迄个柴箍摕无出来吼，别人的点仔柴油啊，你都看袂过。啊，这是耶稣一个先见之明，因为伊就是创造咱的，伊知影咱人罪性的软弱甲不足，所以人善性冲突，常常出去误解啦。真侪代志拢是安尼，啊，所以咱看见社会真侪代志吼，冤家到尾发现讲啊，原来是大人意见观点无相共，所以性格有差异，咱的性格有差异，所以伫你在相处的中间，你的目睭的柴油啊，甲柴箍就产生啊，啊，这是耶稣提醒咱的事。一个观点徛伫你的心内，你所看出来的事，若是光明的，你会感觉这个社会足水足好。但是你若是黑暗的，你看逐项事拢无顺眼。啊，所以若捌互人欺负过的人，伊就感觉讲人吼袂信直吼，世间人吼拢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啦，吼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啦，这个话。这拢是咱社会常常咧讲的，是毋是有影？确实是有影啦，咱会使讲啊承认啦。但是问题是讲，你安尼讲啊，对人拢完全失去信心，对人生拢完全无迄个机会，这都毋是耶稣救赎的起点啊！人若无有因为圣心来改变，真正人是伫罪中无毋对啊！所以你的心境安怎？你看代志。就安怎？我捌提起讲，咱真侪人咧看一蕊即个玫瑰花，迄个负面的人会讲，规支玫瑰花刺足多，袂猛质，吼，玫瑰拢是刺。但是迄款正面的人、喜乐的人，感觉讲，哎呀，伫迄个刺仔内阁有花，迄实在有够水。迄个花真正伫出伫刺仔内，啊，咱看见讲，迄个莲花、荷花，啊，规个罗光芒遐尼多，竟然发出来的花会遐尼水。咱看菱角田呐，遐做事人吼，若要举办菱角，你拢知影伊规身躯爱绑甲乌密码，但是伊发出来生出来的菱角，安尼是遐尼好食。中国有一个出名的禅宗的故事啦，就是讲到迄个佛教的一个禅师叫做佛印啦，吼，不的印啦，吼，啊，甲一个出名的即个大文学家叫做苏东坡的故事，检查咱捌听过吼。啊，这故事会当真明显来印证人的心性。这个故事安尼讲，苏东坡有一甲即个火印开始好朋友啦。啊，咱知好朋友拢会抬杠，啊，拢会讲一寡有诶无相亏就对吼。啊，有一摆伊心血来潮，就问即个火印，即个法师讲：你看我坐禅诶姿势像甚物款安尼？我坐禅诶姿势安尼。啊，这火印讲：哦，你坐咧到了，足成一身本咧，吼安尼。啊，这苏东坡真欢喜吼，真满意安尼。啊，这火印就另外甲问苏东坡：啊，那你看我坐咧像甚物吼？这个法师问苏东坡讲：啊，我坐咧姿势啥诶？伊讲苏东坡就甲开啊讲：啊，你看起来像一堆牛屎安尼啦。哇！啊，这个火印吼，听到伊安尼讲，也无甲正，伊讲甲点头啊，微笑就离开去。啊，这个苏东坡是大文学家呢，伊敢毋知影这个话有啥物意思？但是伊就是心性
等去厝，甲伊的小妹苏小妹吼，讲啊，我今仔日拄着这火印，我甲开一个吼，伊拢无话讲，然后笑着做伊走啊安尼吼。这苏小妹听着讲，哎呀，你实在是吼有够惨的你。伊讲你今日输忝忝啊啦吼，因为呢，人这个火印法师看你亲像是仙佛，就感觉讲你足清净的，吼，你人足神圣的。你看伊是一堆牛屎，就是你的心内规身躯拢是垃圾啦。所以是你唔对，唔通去笑人安尼啦吼。这是咧甲咱讲一个，这是禅宗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公案吼，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咧甲咱讲什么呢？人若看歹的事，心若是负面的，伊就看到歹的所在。事实咱现代社会有一种咧研究人格学吼，叫做九型人格啦。就是讲咱人吼经过这个专家研究吼，有9种个性吼，9型就对啦。咱这个人分咧，经过检测吼，大概你属伫什么型吼，拢讲会出来。这有时爱上2工的课才会小可了解安尼吼。检测咱教会有机会会当甲这个同工吼招来操练一下啊。好，伊大概讲有第1型到第9型啦。一型是改革型的。是帮助人型的，是成就者、浪漫者，有的是观察者，有的是中性者，有的是享乐者、挑战者，有的是和平者。这几项吼，做人的名称无啥相共，但是表示讲我即款的个性，有人用血型啦，用伊的即个各种的生相吼，也是讲伊的星座伫咧研究。拢是走袂出人的心性，有的人足独断的，讲即就即两就两；有的人是足柔软的，会甲你参详，安尼好无？若无你阁换别项安尼。有的人是吼，像咧拍火咧紧速速的；有的人是讲凡事豆豆来啦，吼，慢慢来。这就是拢人的本性。有的个性呢，是会当操练一，讲你安怎做。会当互你原来迄个性负面的部分减少，正面的部分当提升。咱教会中是一群人的组织嘛，咱若彼此知影对方的性格，知影伊人有即个性，你会晓甲伊配合，会晓甲伊包容，安尼人的相处就继续好势。所以你看即款图拢是无共款的管理学内面的即个形体就对啦吼。什么个？这什么意思呢？是讲上帝伫创造的中间，互人、互人类呢有个别的独特性。咱常常伫圣经内面看见着这个。上帝讲：你伫老母的腹肚内，我就认捌你。你的头毛，甚至你的头毛，我就有算过。你是上帝眼中独一无二的，所以当咱家己认清家己的迄个价值，也是讲咱的特质了后，咱才会晓甲人相处面对。所以因为上帝做咱有特别，表示讲咱看起来面都拢要相共，其实是无相共，甚至双胞胎都有无相共的所在。你若会当了解迄个人格的特质有差别，彼此包容，迄个差优甲差酷才会当放乐安尼。所以咱才是一世人吼，是咧，一世人拢都爱面对着处理家己目睭中的差酷，你才有迄种察觉别人中间的差优。所以兄弟姊妹，既然了解咱人的有限甲不足，耶稣讲你着70个700，咱就知影讲这是一个一生拢爱做的功课就对啦。你着一生的路，你若无做，只有你家己要活伫受苦中，家己伫苦恼中，这是你唯一的结果，也是你要勇敢。你有饶舌勇气，互你的生命伫着头白。饶舌
饶恕，毋是咧讲对方有啥物值得原谅啦。伊做到啥物程度，我才要原谅伊？毋是，是你要超找安怎放下落，放过自己。即句话足有值得思考，对无？要是你免替对方想啦，想讲伊到底还有啥物可爱的所在？人讲可恶之人有可爱之处，免替想啦。你的目的是为着讲，我要安怎伫即件事顶面来放过家己？咱才会当往前来行。有时看见有的人真正真忧苦呢，一世人活伫迄个困境的中间。有的人是怨恨伊的是大人，有伫咧家庭中间；有的人是怨恨伊的翁婿，怨恨伊的太太；有的是怨恨伊的大家、大官，怨恨伊家己的好朋友，因为拢彼此捌伤害过。所以若开嘴合嘴，开讲讲话，人咧甲关心。伊就佫甲遮个代志佫讲一遍，好像无讲拢强要毒气偷死啊！但是毒气放放，改成较轻松，毋过内面的毒气都未消毒啊！迄个制造毒气的地方没有消除嘛，就佫慢慢佫累积，所以伊若逐摆要找你讲你就知影讲伊毒气差不多已经满无透一个，伊才挡袂牢啊！咱是感觉讲这真退伊真可怜啦，因为咱毋知要哪甲啥物办法。这是咱人甲人相处中间难免会拄着的。有的人个性较容易袂记的，对吧？即款人加足开挖，然后记人会草仔油的，迄真正艰苦啦。大细项拢记下来，你就一生活伫遐。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饶赦，咱有讲起一句话，讲会当饶赦别人，甲放过家己，咱才能得到真正自由透放的生命。这是两难的抉择啦，对吧？第一项，你要继续怨恨，继续生气，继续扣分，这无人敢讲袂使，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咧。毋过你都活袂快乐，敢毋是？活袂快乐，你是也是要选择讲，我要行一条70的700，一届无够，我后摆佫互伊较减少小可，100斤我上无减做95斤、90斤、85斤，安尼敢袂使较快活切？我要享受我人生也有真多的水啦，无爱一直活伫迄个束缚的内底，这是咱人生的功课。这也是咱伫教会内底要营造一个疼的教会，咱必须要面对问题，因为无可能大家人咧讲话、指责、在行为、行做、身体语言，无可能拢无得罪着的。你若无法当对遮得到头放，你就袂当理解耶稣讲的70个700。伫4年前有一出足出名的电影。咱检在迄阵，咱的会友毋知有大家小少看无？这是真出名的一出电影，叫做《心灵小屋》这《心灵小屋》呢，就是改编对一个作家叫做威廉·保罗·杨真出名，全世界出名的册叫做《小屋》啦。小屋伊的原名的册名叫做《The Shack》是讲一间安尼破烂的厝安尼尔定。用即个小屋来咧讲起人的生命甲人的心性。这本册是中文进前真畅销后来拍做电影，这是英文的册。这本册呢，伫2008年出版的，真做全美国上畅销的小说。当时的纽约时报出名的报纸，当时的畅销排行榜拢有70礼拜的冠军啦。全世界发行40种语言，超过600万本。
原来这本册是作者，这个写作这保养，伊写要互伊囡仔看。反正伊当初写也无特别讲为着讲会遐畅销就对啦。伫伊好朋友中间咧流传，但是伊好朋友看了讲，哇，足有意思诶！得讲着人诶心性诶软弱诶所在，所以就试过好朋友斗找啦，找看有出版社要甲出无？人出版社看看讲，哎哟，这个后点无啥，毋是写实的故事哦，是一种安尼超现实的感觉。大家感觉讲这本册的确无人要买，所以26间出版社拢甲拒绝去就对啦。所以到2007年的时阵，伊决定讲家己成立一个出版社来出册，意思讲我着家己登记出版，家己来印。只间用300块美金来宣传啦，定。毋过因为大家宣传一个看，宣传，大家感觉讲这个代志就是甲我拢心在想的拢相真相像就对，所以变做畅销书就对啦。后来伫3-4年前，有人甲编做电影。咧这个电影啦，简单的故事是咧讲，这个片是描述一个老爸的查某囝去互绑票，伫迄间小屋内底看到伊的遐遗留的衫，所以迄间厝煞变做是伊一个一生痛苦的根源就对啦，痛苦的根源，伊根本都无可能搁入去迄间。伊当警察找伊去看，讲哎呀，我的查某囝真正无性命，因原来是去湖边度假呢，就敢若一个目睭无看到啦，查某囝就无去，因为生得足古锥啦，所以伊就是咧讲。这老爸是安怎会阁行入去迄个命案的现场？但是竟然伫迄个命案的现场，伊看见新者，然后伫迄个一再的迄个辩论、一再挣扎、学习中间来行出迄个伤痛。这个电影这个小屋是讲足悬疑紧张就对了，足奇幻的感动安尼吼。这个片互人充满着惊喜甲温馨，互人勇敢向前的气力。嘛，毋望讲人会当对迄个伤痛的深渊会当坚强来面对一切。这个故事是头前是较写实的故事，就是发生这件事。但是这个男主角查甫人就一生，伊感觉足伤心，想起这个伤手，只嘛咧怨叹家己讲。是安怎我都敢若目睭查看无着，安就无去啊！我哪会遐歹啊？安尼无甲我的查某囝顾好啊，嘛无原谅家己就对啦。所以有一天伊就是接到上帝的批啦，一张批甲写一句话，讲麦肯就是这个男主角，伊讲一站足久无甲你联络啊，足少念你的。讲你若想要甲我安尼聚会一下啊，是毋是后礼拜周末来去小屋一下？伊注名叫做老爹啦，老爹其实就是伊的太太咧叫上帝的名，甲上帝叫做老爹，都天父啊迄种意思。讲天父竟然写一张批互即个麦肯安尼，即个故事就是后壁产生一连串的变化的故事啦。真趣味，这心灵小屋4年前捌伫咱遮演过啊，这是男主角。伊演真趣味，甲咱的想象都无共款。这个女的象征是上帝咧，那是黑人佫是女的真趣味这是这个女的黑人咧甲伊互动的过程。这是因兜的人伫遐咧看见一个足水的花园安怎经过就对啦。简单讲，要讲这个故事是讲，伊甲人所会当发生的遐困境、伤害、怨恨，用到这个故事来表现出来，伫这男主角的顶面。因为这个麦肯伊甲3个囡仔到一个湖边山区的湖边露营，伊的查某囝叫做密斯，突然间失踪去，警察四过找拢找无就对。最后是伫迄个小屋的中间伫迄个小屋的中间，看见即个伊的查某囝的洋装，规个拢是灰，但是拢找无尸体。
经过遮侪年啊，这个麦肯行袂出失去查某囝的痛苦，所以就是伫这个暴风雪的一暗，伊收到一张批，就是拄则咱看迄个老爹写张批甲伊讲：你来，我招你来迄个小屋，要甲你讲寡话。迄个老爹就是伊太太，平常时咧称呼上帝的名称就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充满着妖异、愤怒，伊就张拄无爱就对啦。这个男主角讲：哎哟，你要叫我去遐，我哪会要去？但是呢，竟然是上帝甲我招的吼，敢有啥物意思要甲我讲？安尼意思就对了。咧挣扎，我毋去。上帝讲：你来啦，试看嘛呢啦。安尼挣扎，就行往这条真沉重的旅程，等于迄个小屋的中间找信的中间背后的秘密，然后伫这个小间厝的内底，伊就生命伫了改变。迄个电影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讲上帝互伊看，迄个看袂到的，原来伊的查某囝毋是伫迄种歹人凌辱的痛苦啦。伊的查某囝伫天堂，安尼充满着阳光快乐安尼。伊感觉讲，我是安怎阁活伫伊受苦的过程，人我的查某囝一定天堂遮快乐啊！我阁咧受苦，迄种感觉慢慢甲洗，慢慢甲改变，慢慢甲改变安尼。所以这本册也是这出电影有人是看册，感觉讲家己较有想象力啊，有时看电影就较具体安尼。伊就是一直咧偷咱足好理解苦难的神学，也是来研究约伯记所出现的人生是安怎有苦难，即款的讨论啦。即款的代志，你我大家拢无人会当避免。所以失去甲死亡是普遍甚至是真常常发生的课题。意思是讲，借着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在讲起着人。我家己并毋是唯一受苦的人啊，大人拢有可能拄着。所以呢，受苦互人谦卑，也互人心柔软。有时受苦不一定讲一定是死亡这种事啦。我有看见真侪故事，互我真感动。比方一个足成功的男性，也是一个伫社会足出名、有名位的一个查甫人，但是因为厝内有可能有一件互伊感觉艰苦、毋甘的事，比如讲有拄着囡仔有迄个发展无好势，身躯无好势，甚至是足严重的残障，也是智能的问题。伊有法度人伫外面拍拼伊的事业，但是一面伊伫家己的生活中间用无所不至的疼来照顾家己即个困难的囡仔。我有真侪有几啊位即个牧者的前辈，伊伫教会是一个足有受欢迎，也是讲做了真好的事工的一个牧师。但是伊转去厝，伊是照顾一位蒙古症的囡仔。伊伫迄个困难中间，伊愿行出迄个平安甲喜乐，因为上帝互伊有即款的气力。人拢无法度去拒绝甲避免，会去拄着任何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用今仔这个主题，要甲咱三个学习一个永恒的功课，毋是可能即阵发生，也有可能未来发生，也是过去已经发生过。就是受苦是一种的修补，甲你修复人人性中间的错误，也修复人际关系中间的错误。因为苦难有时会隔断人甲人的关系，甚至隔断上帝甲你的关系。约伯甲上帝伫遐咧相应，即个小屋的男主角甲上帝伫相对敌，因为感觉讲你招我来去小屋，是要叫我创啥货？拢是人一种的难题。所以也会使讲，这本小说是为人类伫苦难中的孤单、困难，也是犹豫、愤怒、呼求，提供一个互咱通可信、成困、欢喜的回应安尼。其实，这个议题
是真深啦。若要简单讲吼，就是即个答案，就是讲，兄弟姊妹，咱人的生命内底，可能你的心中拢有一个即款的小屋啦。吼，你的小屋伫你的心内，这小屋可能就是地狱。你到底是要面对伊，还是要逃避？这是咱来人生中间的困境。因为你伫遐有法度，有迄个无法度人讲出的苦楚。但是兄弟姊妹，耶稣讲叫咱都爱饶赦70个失败。你知影讲，这个是你一生拢爱面对的功课。唔通用别人的错误来刑罚你，是你学习用主的话来安定你，来洗清你，来安慰你。伫这个充满着苦难的小屋内底，怨恨的小屋内底，咱要去看见言语袂当形容迄个至深的疼，就是上帝的疼。到底是你要闪避，还是你要硬志，然后互上帝通过你的上困苦、上艰难、上无爱面对的，甲你透白？这是咱家己的选择。这是上帝永远对咱的呼叫。像这老爹讲：“来啦，试看嘛呢，我有话要甲你讲。”兄弟姊妹，人生难免拄着，但是咱毋通活伫迄款艰难甲困苦的中间。饶恕别人，就是咧放下家己，你的生命才能得到永远的透白。兄弟姊妹，咱要吟首诗歌，